大家好，上次同大家介紹咗 MyPeer 嘅聆聽錄音生成功能啦。今日就想同大家去介紹 eCast 全新升級 MyPeer 圖表製作功能。好多同工喺備課嘅時候都需要去製作圖表幫助教學啦，而 MyPeer 就可以根據你嘅指示去幫你即時生成圖表，清晰呈現一啲複雜嘅數據同埋趨勢嘅。咁我哋一齊睇下個示範啦。首先我哋揀選圖表製作功能。之後輸入想要做嘅圖表內容啦 ，MyPeer 會即刻提供翻相關嘅數據同埋資料來源，幫你快速製作相關嘅圖表嘅。咁你會見到啦 ，MyPeer 好快就會整到唔同類型嘅圖表嘅啦，譬如折線圖啊、柱狀圖等等。咁 AI 都會自動分析翻數據，然後幫你揀翻最合適嘅圖表去呈現嘅。完成之後同工都可以自由去調整翻圖表嘅細節啦，譬如一啲圖表嘅線條顏色、函數設定等等。咁而 MyPeer 都會自動幫你儲存翻相關所有嘅變更嘅。MyPeer 支援好靈活嘅圖表自定功能啦，無論係顏色、函數，甚至乎其他細節都可以自由修改嘅，配合翻多樣化嘅教學需求，協助同工快速製作高質精準嘅圖表，直接可以應用翻喺教學上面嘅。咁以上就係圖表製作功能啦，希望大家可以繼續留意我哋 MyPeer 嘅功能示範影片，睇下佢仲有咩強大功能啦。我哋下次見啦！